我就不如分享一下我哋視宣嘅男士嘅團契咧，其實喺10幾年前已經係成立咗㗎啦。不過曾經一段時間咧，就已經係同目前呢個嘅金陵，後來金陵活力金陵，跟住而家係禮拜4嘅活力成年啦，就合併晒，所以變咗就冇咗嗰個嘅男士嘅團契。好，咁其實大家有冇聽過男士50呢個嘅團契㗎？有啊，喺教會喺視宣內嘅會有嘅聽過。有冇20年咧？有啊，20年前有應該喎。2004年開始嘅，2004年2月正式成立，嗰陣時由阿藍志成牧師發起人啊。咁你知藍師都喺我哋教會我一定好長嘅時間啦咁所以咧變咗一路到2013年尾就完結啦。跟住就同呢個我哋教會開始有呢個嘅活力金陵嗰陣時好興嘅 prime time 咩叫 prime time 即係有啲以為我哋班人喺度搞基你喺度香咩？係好容易 mix up 嗰個做呢個嘅名，咁但係後尾咧就改咗叫活力金陵，咁甚至而家改咗叫活力成年添，好聽啲冇咁肉酸所以咧禮拜4咧就有好多弟兄姊妹都係幫手嘅，知道因為疫情之前我都仲有幫手，疫情之後咧就係自己都冇時間啦，冇咁嘅能力，所以咧就而家冇幫手咁一路好欣賞阿 Louis 弟兄Louis Home 弟兄，佢一路開始一路 start up 到而家咁想俾大家睇翻我哋2004年開始嘅男士50團契呢個歷史先。咁咧就我哋通常咧係6個禮拜一次聚會嘅，即係唔係個禮拜，又唔係個月，就6個禮拜一次喺早上，禮拜6朝頭早早上，因為希望咧啲弟兄咧即係早啲起身，禮拜6就出嚟參加啲團契，跟住咧10點就完晒，呢度我哋翻屋企同老婆買餸即係行街又好，親子又好，所以咧就嗰陣時開始嘅。我哋咧就有中有橫兩方面嘅活動。中咧就係即係從聖經一啲嘅人物認識作為一個男人所以咧我哋好多時叫論英雄男人好想做英雄。咁咧就查考多男士嘅嗰啲從聖經人物裏邊學習。另外咧就打橫方面咧。